香果主持金舞台，小妹今日是专工来，要甲遐今仔日来相报，一问一答上精彩。献妹热心来捧场，小生感动是有主张。山歌对句来用唱啊，要念的歌词就爱随时想。那安尼我都无客气，我要出题啊哦。请。我就惊野猫头，提早小休求修炼。哎呦喂啊！你较想遐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俗语人伫咧讲啊，八就天顶是嫌天低嘛。贤妹啊，摊主才是你问我答的呢。香哥，你确实是一个名主持人。对答如流，绝无冷场。确实互我真佩服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贤妹啊，拜托你莫阁甲我学了啊！来，拄则是你问我答，即嘛毋着换我来问，换你来答咯。好啊，你出题。听来。啥物有脚袂晓行？啥物无脚细山坪？啥物有嘴袂晓讲？啥物无嘴食大声？伊条有脚袂晓行，芳船无脚细山坪，暗藏有嘴袂讲话。唱片无嘴会出声，啥人寒天会听云？啥人头上戴天尊？啥人出世洒泪目？啥人脚踏风火轮？限定半天会听云，太伊头上戴天尊，又见出世洒泪目，落车脚踏风火轮，落车脚踏风火轮。贤妹啊，哎呀，你的应答实在有影是无简单。也毋过真可惜，咱今仔日已经是无时间啦。袂要紧，后摆咱再搁念。啊，毋过歌歹你是毋通嫌哦。对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会记得后礼拜才继续搁来收听咱闽谣的时间哦。后摆阮的节目是搁较精彩哦。